来看联合国的国际移民组织2日一份报告指出，讲对2014年以来10档内有超过63000个人因为偷渡不幸过往。嘛，因为今年是全球的选举年，部分国家的政治人物为着选票发表愈来愈多反移民的言论，甲社会真侪问题拢怪乎移民，这嘛造成移民的处境是愈来愈艰难。中加载满偷渡移民伫海上浮浮沉沉。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2日公布的报告，为2014年有记录以来，已经超过6.3万人因为偷渡移民所死亡或者是失踪，超过60%是毒水造成的。伫受害者的国籍当中，有1/3是为逃离冲突的国家。2013年，全球8500人伫移民途中死亡，是死亡人数上侪一年。地中海是世界上上大移民的亡波。Just in the Mediterranean alone, we see over 28,000 deaths and disappearances recorded.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，就算有死亡记录，不过有关有超过2/3的受害者身份不明。即马2024年，全球各地选举拢超过以前政府一年。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秘书长普普表示，部分政治人物为选票发表愈来愈多反移民的言论，将市场问题，不论是犯罪率、通货膨胀、失业或者是安全问题，拢讲是移民所造成，致使受外情绪清悬，对外来移民的处境更加不利。We see that when there's dehumanizing of any population, there are increasing reports of violence, increasing reports of discrimination, and ultimately that is bad for a society, right? That creates tensions, it fuels xenophobia, and undermines the fabric of society. 报告当中显示，美国甲墨西哥边境大西洋阿丁湾、甲孟加拉湾、甲个安达曼海，拢是偷渡移民的路线。在2015到2016年的移民危机了后，欧盟开始管制边境，加强海上搜救。不过联合国也发现，偷渡走私人蛇集团除了对移民虐待案件是一直真多，也好亲像找到有利可渡的替代方案，致使移民甲难民加上更较长、更较危险的对望路。共识新闻新竹报编译。